好点点，马上我要去。今天是我们马二夏季课程的第8堂课。首先要问候所有的这个皈依处，也就是僧团僧众们，还有收看的所有法友们，还有藏族同胞们大家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主要是接续上一次的课程。上一堂课当中，主要谈到了大迦叶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最主要讲的是阿难的一些故事。那讲阿难的故事的部分，主要有3个部分来谈。一个就是阿难他传衣钵给商那和修，然后第2个部分是有关于当时有僧人错读这个水白鹤的内容，然后第3个是谈到阿难的入灭。那么首先是传衣钵给商那和修，也之前翻译叫这个舍诺迦。之前我们谈到了这个护法的传承，所以主要谈到原始佛教那个时代，在佛陀他当时就将衣钵传给大迦叶，然后大迦叶再传给了阿难。那阿难又把这个衣钵传给谁呢？就是叫商那和修，也叫舍诺迦。我们在上一堂课当中简单的介绍了这一位商那和修就是舍诺迦，他是一个这个商人的孩子，也是一个。那么他后来年纪大一点之后，那么他就到大海中去寻宝，就像他父亲一样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去大海中这个寻宝，大概是他们家里的一个传承。那么，所以这一段出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的内容就提到这个舍诺迦呢，他从大海中那么就很安稳的回来了，然后他也把取得的这些宝物呢收集好，接着呢他就前往竹林园。那这个竹林园呢，它就是在王舍城旁的一个竹林。那么据说呢，是历史上为僧众建造的最早的一个住所。那么是由频婆娑罗王所捐赠的，所以这个舍诺迦回来之后呢，总之他接着就前往了这个在这个王舍城旁的
这个竹林。那他到竹林的时候，刚好呢，这个阿难呢正在这个香台前啊，香台就是佛殿啊，就在佛殿前做这个经行。就像藏文里面有一个叫 cham cham 的发音哦，就是说我去外面走一走，逛一逛。那这个最早的一个词哦，大概就是这里面所谓的经行的藏文，就是叫 chag 这个意思。总之呢，阿难当时在这个佛殿前、香台前呢，在经行。那这是一种过去禅修的传统，就是透过行走经行，然后来禅修。所以呢，这个舍诺迦呢，他就见到阿难在佛殿前正在经行，然后呢，他就礼敬，就向阿难陀礼拜。同时呢，跟阿难报告说，我从这个大海很安稳的回来了。然后这都是三宝的加持。然后他说，我今天呢，这一次呢，发愿要设这个5年法会供养佛僧。那这里的5年法会是什么意思呢？那它是指说呢，这个以盛宴广大布施僧众的一种集会，所以叫做5年法会也有翻译叫5年会、5年功德会等等。所以总之他见到阿难呢，就在他跟前就发愿，他要这样子供僧，就每5年一次的这种法会的供僧那主要是因为他去这个大海中可能取回了很多的宝物吧，所以为了感恩三宝，所以他要这样子广大的供僧。接着他就问阿难尊者说，那佛陀现在在哪里呢？就世尊今者在何方处？阿难说，这个孩子这个佛陀已经涅槃了。这时候他一听，舍诺迦呢就这里叫闷厥于地，就昏倒了。之后呢，水洒苏洗就是洒了一些水之后呢，他又醒来了。他又问阿难说，那么尊者舍利弗，也就是舍利子，还有大目犍连，还有像大迦叶尊者，他们在哪里呢？这时候阿难就回答，他们也全部都涅槃了。那他听完了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大概他当时去大海寻宝之前，那佛陀也好，还有这些尊者大概都还在世嘛，所以他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既然就发现他们全部都已经佛陀还有这些大弟子尊者都圆寂了，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忧伤。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发愿之前在阿难前发愿嘛，他说要做这样子的5年会的供养供僧。那么在做这样子的供养结束之后，那阿难尊者又对这个舍诺迦说，
你已经做到了佛法中所说的四摄法四摄行中的财摄财摄法。那接着你应该要做法摄。那他就问说，那要如何做这种法摄呢？那么尊者就说，阿难就跟他说，你应该出家修行。那他听到之后，他就说，好的，没有问题，我愿意出家。他说如是应做。上一段我们有提到，大迦叶尊者当时就有授记未来授记阿难说，就跟阿难说，做了一段授记，未来就会有这样一位舍诺迦跟他说出家，然后你要把这个法交付给他，衣钵交付给他。所以呢，这时候阿难尊者呢就为他举行这个出家，而且受这个比丘戒、净缘戒。然后在这一切的结魔仪式都圆满了之后，他就发愿使从今日乃至尽形寿就是他这一生当中呢，常着舍诺迦衣，他都会披着这样子的这种麻衣这种一种草做的衣服。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会穿任何其他的衣服，他就只穿这种材质的这个衣服。他有点就是发愿说要做这样子的这种非常的淳朴，一种苦行一样。那这位商那和修或者叫舍诺迦那出家之后，他本身首先就是非常的聪明的，所以他只要一听闻任何的法教，他就马上就能够理解。所以呢，曾经阿难尊者跟随佛陀所听闻学习的这些8万法运他们全部都领受学习了。而且他也具足这个三明，然后通透这个三藏所以这一段呢，主要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里面提到的这个阿难尊者将衣钵传给这个舍诺迦就是商那和修。那么接着第二个部分是有一段故事就是叫错读了水白鹤这样子一个内容。那么这一段最主要就是提到了阿难尊者示现这个圆寂或者涅槃的一个因缘。那最主要的一个因缘是有一个僧众他说这个颂文偈文说错了，所以他就很伤心难过，就想要示寂了，就想要圆寂了。那这也是出自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那这一段故事呢，在藏文中还有中文的中文当中，中文大藏经里面也是有的，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所以这是有一天阿难呢就跟很多的比丘就在这个竹林园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在王舍城旁边的这样一个竹林园。那当时呢，就有一个比丘在背诵着一个颂文。那过去的传统当时的传统就是说，老师会念出某个颂文，然后呢，这个弟子会学习之后，
然后接着他会读字的，他会说背出来哦，背诵出来。所以总之，他就听到有一个比丘大概跟随谁学过之后，他就在背一个颂文。这个颂文背出来是什么呢？是说：若人寿100岁，不见水白鹤，不如一日生得见水白鹤。所以总之，这里面就提到了有一只白鹤。那这个颂文的大意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活了100年，就是他寿命有100岁，但是他却没有见过这种白鹤的话，还不如一个人只活了1天，能够见到这个水白鹤，这是更难得的，这是更好的。其实这样一段是不是很奇怪？那这个好像一个人的寿命，或者说一个人的一生，珍不珍贵，就在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白鹤。总之呢，这个比丘就这样在念诵这个颂文，然后阿难他在旁边呢就听到了，他就跟这个比丘说：“你刚刚念诵的这一段内容这个佛陀不是这么说的，佛陀也没有这么说过。佛陀要说的是，佛陀当时说的是什么呢？”阿难就背出来了，他就说：“若人寿100岁，不了于生灭，不如一日生得了于生灭。”所以佛陀当时的原文佛陀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活了100岁，但是他也没有从这个生灭中了悟或者解脱，那还不如一个人他可能只活了1天，但是却能够从生灭中解脱。这个大概是因为可能当时的印度文中生灭跟这个白鹤可能是发音是很像的，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后来就口误，就一路这样传下来。但总之阿难当时呢，他就跟这个比丘说：“你念错背错了，不是见不见这个白鹤而是说有没有对于这个生灭有所了悟，或者从中能够解脱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阿难不只是说完这一段，他还接着更进一步的为这个比丘开示了。他说：“你应该知道，世界上有2种人常常会这个毁谤这个圣教，就是说佛教的。一种呢，就是不具备信心的人，而且呢，他也内心是很多嗔恨的这样的人，所以这是一种叫不信信多嗔这样的人，这是一种。再来第2种呢，是他可能有信心，但是呢，他对于佛法是颠倒的去了解他的，所以叫虽信颠倒解，然后妄执于经义就是依照自己错误的理解执着这个经义的解说。然后他还比喻说，那如果说你是这样一个颠倒解释佛法的人的话，那你就像是一个大象深陷于这个泥沼当中是一样的。你不用说利益别人，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这个处理了。接着他说：“彼当自损失尤其无智慧。”所以这是你自己会有很大的损失的，最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所以不只是说自损失
而且呢，邪解听无益，就是你这种错误的、颠倒的邪说或者说解释呢，听的人呢也不会有任何利益的，如同毒药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毒药因之。接着说，是故诸智者听已，能正行哦，凡惑见消除，当得离息果。所以这一段呢是说，阿难就说，真正的一个智者是什么？首先是你要听闻，所以听已哦，好好的听闻之后，不只是听，而且你要能够正行，要去实践。那么接着烦惑见消除，你的烦恼迷惑才能够消除，得到这个果位。那这位比丘听完阿难的解释之后呢，他就回去跟他的老师说这件事情。他的老师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阿难陀老谙无力能益持。”就说这个阿难呢，他也老了，他已经就是年纪很大了，很老了，所以呢，他的记忆也不好了。然后接着说他是出言多忘失，未必可依信哦。就是阿难他所说的话，其实很多也都是不清楚的，所以呢，未必是可信的。然后接着跟他说呢，你就依旧的照旧的那样去背诵就好了，反正就说不用管阿难怎么说。不过大概因为这个老师，毕竟他是老师嘛，那突然被指教，好像说他哪里这个教的不对，那他当然就在学生的面前，他还装样子嘛，他就他当然不好意思去承认说这个是我错了，是我不对的确阿难尊者说的是对的，就在学生面前这样子面子放不下嘛。所以呢，他只好这么说，阿难说的不对，是他错了，因为他年纪大了，他这个，所以反正呢，你不用理他，你就依旧那样去念诵就好了。接着呢，这个阿难他又再次的来观察这个比丘，想要听听他到底有没有改过，就是他的背诵的内容。结果呢，好多次他听了之后就发现，怎么这个比丘背的还是一样的，是那个水白鹤最后他也忍不住了，他又再次跟这个比丘说：“这个孩子啊，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当时佛陀世尊他不是这么说的。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子错下去这样子继续念呢？”这时候这个比丘就把他的老师跟他说的话，就跟这个阿难尊者说了。那这时候尊者听完了这个比丘的解释也就是说他的老师怎么说的嘛，他当下大概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时候写说他心中就在想，就是阿难心中就想，这个比丘我都已经这样直接亲自都教导他了，他也不听不接受，那我也没办法了。就算尊者舍利佛、大目犍连、大迦叶尊者还在世，我想也做不了什么事了。而且呢，他心中也在想，阿难就想说，而且这些大师们、大德们都已经涅槃了。接着他想说，但依靠如来的这种慈善的这种力量希望能令佛法法眼注视千年。
所以这时候他就念很伤叹的，他难过的，他就说：“尊宿已过去，心者不其行，即虑我一生，犹如壳中鸟。”他就说啊，过去的这些大德哦，都已经圆寂了。然后新的人呢，也不照着我所说去做，也不听我的。他就说我呢，就像是壳中的这个鸟是一样的。这总之，他就只好是一个人哦。总之，他就说了很多的这样的内容啊，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啊，然后阿难尊者就想说，他应该是时候涅槃了，所以他就跟他的这个护法的接衣钵的那个人，也就是舍诺迦说，当时呢，尊者大迦叶以世尊教付嘱于我，以钵涅槃。就说当时哦，大迦叶把他的这个就是佛陀交付给他的法交付给我，然后他也涅槃了。然后我今天呢，要把这个衣钵传给你，就是舍诺迦，然后而取灭度，如可守护。接着呢，他做了一个授记哦，阿难说，后来在默度罗国，未来在默度罗国有一个谋论图山，可以建造住处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于此国中有长者子，那中文的这一段里面只提到说是一个孩子，但藏文里面提到了2个名称。那总之呢，世尊呢当时就授记说过，在这个国中的这个长者子呢，这个他的儿子呢，将来会变成是这个四主。同时呢，在这个国中还有一个卖香的人，他叫做吉多，他有一个孩子叫做乌波吉多。然后他告诉舍诺迦说：“你呀，要收他为弟子啊，为他剃度出家。”而且呢，世尊还收集说，这个乌波吉多呢，未来会成佛，名号叫无相好佛。然后他说，在我涅槃100年之后呢，他会大做佛事。所以呢，这一段就记载了，阿难呢就正式的付法哦，把衣钵给舍诺迦。接着舍诺迦听闻之后，他就说：“好的，我接受，如您所说的受教这样子。”所以这一段哦，你可以看到记载的就是阿难尊者为什么实现涅槃的一个因缘，还有护法的一段记载。然后第3个部分就是阿育王的对不起，就是这个阿难尊者的涅槃的部分。那同样这一段是出自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难耶杂事，也就是当他把这个衣钵传给了舍诺迦之后，他就想说，阿难就想说，我如果在这个地方涅槃的话，他就说，那么由于这个阿舍世王就是卫生院王，跟这个广严城这2个
总是这个是相违背的，是两个这个地方啊，所以我的这个舍利哦，必不共分。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魏生愿王跟广严城啊这两方啊是总是不合的，总是相违背的。所以呢，如果我在某一个地方这个涅槃的话哦，那它的舍利另外一方是拿不到的，就是必不共分。所以就是说，如果在广严城中涅槃的话，这个魏生愿王呢他就得不到了。所以呢，他就想说，我要在这个恒河中哦，这个灭度，所以我就不在这个魏生愿王那边，也不在广严城这里，就是我不在王舍城，也不在广严城涅槃，而是在恒河当中，就是恒河流中哦，这个取灭度。所以呢，他想完他就前往恒河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阿舍世王做了一个梦，他就梦到，就是通常国王头上都会有顶着一个伞盖，他就梦到说他这个伞盖哦，那个杆子就折断了，然后接着他就吓醒了。然后这时候守门的人哦，守卫就见到这个国王就醒来了，他就把阿难陀阿难所说的话就跟这个国王报告了，一样的也是就是国王听完之后呢，就又昏倒了，很难过的昏倒了，然后同样洒了水之后又醒来了。他就问说：“那这个尊者阿难啊，他是在哪里实现涅槃呢？”当时呢，舍诺迦啊，他就跟这个阿舍世王报告。总之呢，他就说哦，他会在这个广严城这个涅槃。所以当时听完之后啊，这个阿舍世王啊，马上就带着这个驱驾着这个4兵哦，总之就带着这个军队就往这个恒河边走，就往这个广严城去了。那这个时候广严城呢，这里提到说有就住的诸天呢，就本来就住在这里的各种的天神，就在虚空中啊，就告诉城中的人说，这个尊者庆喜哦，就是这个阿难尊者哦，将圆寂了，然后要来到广严城。那这时候呢，广严城的民众呢也听到了。那这里的人叫做这个利禅皮子哦，利禅皮子，也叫做利车族哦。那他们也整队哦，带着这个4兵，然后前往这个河边。所以那边已经是魏生愿王带着军队到了河边，那这边也带着军队到了河边。总之呢，这时候他们都在河边啊，见到了阿难尊者。那总之，这在魏生愿王阿舍世王他就礼敬这个阿难尊者，他大概是乘着船吧，就到了河中，就礼敬这个阿难尊者。他就说跟阿难尊者说，你现在要圆寂了，但希望您的舍利能够留下来。同样，这时候广严城的就是这个利禅皮子哦，就是利车族的人呢，他也请求这个
尊者能够将身体留下，就是将舍利留下来。礼请为留身这样子写。那这时候尊者呢，他就说出一个颂文，他就说：“我今欲为卫生院，力禅皮子情深恨若在广严留舍利，王臣人众负伤悲。”反正就是说，如果我留给这个阿舍世王的话，那只给卫生院王的话，那么这个力禅皮族的人就会很难过。那么如果只留另外一边的话，只留给力禅皮人广严城的话，那王城的人就是阿舍世王那边的也会很难过。所以他就一半给这个阿舍世王，一半呢给这个广严城的人。所以这时候尊者呢，他就要涅槃了，然后就大地6种震动。然后这时候呢，这是一段记载，当时就有仙人带着这个门徒有500个他的弟子，然后乘空而来，就到了这个尊者的面前，然后合掌对着尊者说呢：“这个大德我希望跟随您出家，我们希望跟随您出家。”就是这个仙人主要的那一位他想要跟尊者出家，然后其他那500位呢，大概没有神通，没办法直接来到他面前，所以这时候尊者他心中就想说，他就动了一个念令他的弟子呢，令其他的弟子也来到这里，所以他念才一起其他那500个弟子也来到了这个他的面前，而且呢，他以神通力就在水中呢变出一个像一个沙洲一样的这样的洲地就在这个地方呢，为这500人受出家戒。那这个要念诵3次嘛，3次结魔。那么第1次说的是500人得不还果，那么第3次结魔的时候呢，大家都证得断烦恼，证得了阿罗汉果。那么由于他们呢出家是在这个日中，而且是在水中，所以你看时间是在这个日正当中，然后地点是在这个恒河这样的水中，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们，尤其是称的最主要那位仙人叫做日中，或者叫做水中，所以这个音译很多时候就翻译叫莫田蒂那，有这样的翻译。然后这时候尊者所作都结办了，然后他就礼阿难的这个族就是这位日中比丘他就礼阿难族说：“世尊最后度的弟子叫做善贤，先证圆寂，我亦如是潜入涅槃，我不欲见乌波陀耶波涅槃世，就是说我不希望见到你，就像佛陀最后的弟子在佛陀还没有圆寂前就这个善贤他就先圆寂了，所以我也要在您之前先涅槃。”那阿难尊者听到之后，他就对这位这个叫日中或者水中日中这位仙人，他就说：“孩子世尊呢，当时将这个法教托付给大迦叶，
然后世尊就涅槃了。之后呢，大迦摄尊者将佛法托付给我，那么我今天要把这个法交付给你，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护持。然后呢，当时世尊还做了一个授记哦，尊者就说了这个授记说，在迦湿弥罗国，就是克什米尔哦，床卧之具哦，都很容易得到，所以是与定相应哦，最好的地方。所以意思就是说，要修持禅定的人哦，在克什米尔那里哦是最好的地方。同时呢，佛陀还授记说呢，在我涅槃后满100岁时呢，有一个比丘叫做莫田蒂那，就是这里这位阿难最后剃度的这个叫日中的这个比丘，而且说他会将佛陀的教法哦流传到克什米尔这里。然后，总之日中听完之后，他就说：“好的，如是应做，会照着这样去做的。”所以这个日中呢，或者说这位叫莫田地呢，总之就是阿难尊者最后剃度的这500个仙人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位最主要的应该是那个大仙。所以本来呢，这位日中比丘还有其他的这些500个僧众都想说，希望在您圆寂之前呢，我们先这个入灭。但是阿难就跟他说不行的，尤其对主要那位比丘说不行的，你要好好的持守佛教。我想这个跟说一切有部我是很有关联性的，因为呢，说一切有部最主要就是从克什米尔那里传出来的。好的，我们这里先休息半个小时。拉手，打的呢？打混个给你们公布了说吧，龙点差别接的呀，那么在阿难尊者对于这个日中比丘然后接着他涅槃，然后实现了很多神通。那么他的舍利呢，一部分就给了广严城，一部分给了王舍城，就是阿舍世王。所以接着这个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里面还提到说，这广严城得到了一半的就是身舍利之后呢，然后也建造了这个速度钵，就是佛塔供养。那么卫生院王呢，他也将阿难尊者另一半的舍利呢，也建造一个塔来供养，地点是在波扎里这个地方。那上面这一段我们主要引用的是，可以说北传佛教就是中文里面的文献，还有就是藏文里面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的一些文献哦，来做介绍。那么另一方面在南方的，就是巴利语的传承当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记载。那么也就是有关于阿难尊者涅槃的这些内容。那最主要是在这个法句经注在这么一本著作里面呢，是有提到的。
所以首先呢，在这里面呢，巴利语的版本，它先引用了一段这个颂文，它是引用了巴利文中的一个叫第二书里面一个叫做那其中有547个本身，那其中166个本身，第166个这个本身经叫做乌巴萨拉卡本身经，乌巴萨拉卡本身经。那其中呢有一段这个颂文，就说14000名这个乌波萨卡在此地被焚烧，没有一处是人未曾死去之地。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一句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人死亡的。那么，所以针对这一段的一个解释哦，那接着这个法句经注里面就提到说，虽然一般来说，所有死去的人并被安葬于地下的这些众生当中，没有人会死在前人未曾死去的地方。接着就说，但是像阿难尊者、阿难长老这样的人呢，却能在这个前人没有未曾死去过的地方实现涅槃。那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然后接着就说，在解释哦。所以当时呢，这里说是阿难尊者在120岁的时候，他观察自己的这个寿命，就说这种叫观察自己的寿命哦。那过去藏传也有这种传统，会请求一些上师来观察我们的寿命，有这种可以观察寿命的上师，就请您审视我的寿命。过去藏传也会有，就是弟子会这样去请示一些能够观察寿命的上师。所以总之这里记载说呢，阿难尊者他当时120岁，他就观察自己的寿命，看自己还能够活多久，他就意识到哦，自己就要涅槃，所以他就宣布我将在7天之后这个入灭。那么接着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这个罗西尼河这个河的附近的，就是两岸的这个居民，就都听到了这个消息。那么首先呢，两岸的居民嘛，一个是在近岸的，一个是对岸的。所以呢，首先是近岸的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对这个长老，就是对阿难尊者贡献很多的，他会在我们这边圆寂。那么在和对岸，就是远岸的人呢，就说我们才对这个长老贡献是比较多的，所以阿难尊者他会在我们这里圆寂。那这时候，长老就是阿难尊者听到了他们的话，他就心中想说：这和两岸的这个居民都
同等的这个帮助过我，照顾过我，所以我不能够说某些人没有帮助过我。所以他就想，现在如果我在近岸这边原籍的话，那远岸的人呢，就会想要争夺我的舍利哦，而与他们的兄弟哦起争执。他说，反之呢，如果我在远岸那边原籍的话，那么近岸的人呢，也会一样哦，也总之会跟对岸远岸呢起这个争执。他就想，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争端哦，争执产生，那完全都是因为我而起的。但同样的，如果争端平息，那也完全是因我而息哦。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哦，消除两边的这个纷争。所以接着尊者就说了，他就说，不仅仅是近岸的各位这些居民是对于我是照顾的，是有利益的，远岸的各位居民也是我的帮助者，所以没有人不是我的帮助我，对我都有恩德。所以呢，在近岸的居民呢，你们现在就聚集到这个近岸河边；同样，远岸的居民呢，你也聚集在河边。接着7天之后呢，阿难尊者他就在这个罗西尼河的河中央的上空他就盘腿而坐，所以他这是视线神通他这个腾空高度如同7棵的这个棕榈树一样那么高然后他就总之盘腿，然后腾空在这个河中央的上空，然后向和两边的所有的人宣讲佛法。当他说完法之后他就下令，他就说，让我的身体一分为2，一半落在近岸，一半落在远岸。接着他这样说完之后呢，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就进入了这个火界定。就刹那间，火焰就从他的身体这个散发出来这时候，接着呢，他的身体也就一分为2。这里的身体指的就是他的舍利就一分为2，一半就落在了近岸，然后一半落在了远岸。所以这里大家看到阿难尊者就涅槃了，然后大家看到这一幕那么都非常的难过，都哭泣在那里哀嚎一般。那这里经典中说，他们的哀悼声哭喊声就如同大地裂开的声音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呢，比起佛陀入灭时的哀悼声，但这个声音是更加的悲惨。总之呢，4个月以来呢，然后总之接着4个月的时间人们就四处都在哀嚎跟哭泣他们就在说什么？他们说，只要这个持有佛陀的钵盂还有袈裟的人还在，就如同佛陀仍然与我们同在。但现在佛陀真的离我们而去了。那之前呢，就他们都在想，就算佛陀不在了，但至少阿难尊者还在。
所以这里所谓的持有佛陀钵盂和袈裟的人，指的就是阿难啊，就像佛陀在世一样。但现在阿难走了，所以这时候佛陀也真的离我们而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在南传的巴利文当中的法句经注里面的内容。那么再来是玄奘大师呢，在7世纪左右他到了这个到印度去，然后他把他的当时一路的见闻记录下来，后来就写成了一部叫做《大唐西域记》。那这是一部很著名的一个著作。那在玄奘大师的这个记录里面，也有提到，当时这里的南北岸就是河边南北岸的一个 stupa 也建了佛塔，当时他有见到，而且有这样的记录，所以这里我简单的翻译下来，也给各位看一下。那总之就不逐字解释那总之呢，这里提到说有一个伽蓝，这是一个寺院叫做施费多卜罗这样一个伽蓝，在这个伽蓝的寺院的东南再走30余里，那么在这个秦加沙河就是恒河的南岸跟北岸各有一个速度钵，就是各有一个佛塔。那玄奘大师就记录说，这个就是尊者阿难陀他分身于2国处，就是他的这个身这一指，就是他的身舍利分给了2个地方2国，所以建造这2个佛塔。接着这个就写说阿难陀是谁呢？他是如来之从父弟也，就是他是佛陀的堂弟。然后接着说他的一些功德是多闻、总持、博悟、强势。然后说他在佛去世后继大迦摄住持正法。接着说在有一天，他在摩揭陀国的一个林中园林中经行，他就见到一个沙弥奉诵佛经，但是呢，这个奉诵出来的内容是章句错谬，文字纷乱。然后总之呢，他当时就阿难尊者听到之后就感慕增怀许忆其所，提思止受，就他心中就感到非常难过，就想到以前佛陀在世时都不会有这种事情，那么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总之他就到前面去跟这个沙弥说这个事情，但这时候接着这个沙弥竟然笑着说，这个大德冒矣，就是大德他们就是这个沙弥笑那个阿难说，您已经老了，所言谬矣，你讲的都是错误的，我的老师才是更加高明的，我就是倾承我的老师的这个教诲所以我所说的是没有错误的，我所说的我所背的这个佛经是不会有错的。接着玄奘大师这里就记载，他就说阿难默然退而叹曰，他就默然，然后慢慢的退开，他就感叹的说道我年虽迈，为诸众生欲久住世，住持正法，然众生垢众，难以会语久留无力，
可速灭度。所以这一段主要就是阿难尊者感叹说：“我本来啊，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我也想说为了众生长久住世，住持正法。但是呢，我发现这个众生真的是烦恼够重哦，这个难以再教导了。所以我久留呢也是没有利益的，所以我可以快速的这个灭度了。接着呢，他就前往摩羯陀国，然后他就想说到这个费舍离城呢，然后在那里涅槃。接着他就要越渡这个恒河的时候呢，这时候摩羯陀国就听闻到说阿难尊者要离去了。这形容说阿舍世王摩羯陀王阿舍什么就情深恋德，就对他是非常有感情的，也意念他的功德恩德。然后接着他就带领他的这个军队就总之赶到这个河边，然后呢数百千众的这个军队就扎营在这个河的南岸。同样呢，这时候费舍离的这个王呢，也听闻阿难要来，他又难过又伤心他也带着这个军队呢，去奔驰着去迎接这个阿难。所以接着在北岸呢，也有这个费舍离的这个国王带着数百千众在那里囤积跟扎营。接着就你可以看到在恒河两边是这个两军相对然后这个旌旗都就是满地都是这个军队的旌旗，然后是连把太阳都盖住了。所以这时候是形容说阿难尊他在恒河上，他乘着这个舟他在河中。所以阿难就想说他害怕，他担心这两军真的会打起来，会互相的杀害，所以他就在舟中就站起身，接着就上升到虚空，然后视线神变，然后就入灭了，而且化火焚骸，然后接着他的遗骸又分成一半。一半呢就堕入到南岸，一堕呢，另外一半呢就堕入到北岸。所以两岸的两王呢都各得到其中的一分。然后接着举军这个嚎痛俱还本国，然后就带着这个阿难尊者的舍利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建立起这个速度钵，就是佛塔而修供养。那这一段你可以看到玄奘大师的记载提到的是，在恒河的两岸有这样的各一座佛塔，那也是很清楚的写到是尊者阿难陀分身于二国处。那接着呢，我想做一个小结就是阿难故事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关于阿难尊者的入灭，无论是南方这个巴利的传承，或者是北方的这个传承，还有这个藏传当中是都有提到的。像北方传承呢，可以看到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阿育王传》，还有《阿育王经》还有护法藏，还有一部叫《护法藏因缘传》，还有《大唐西域记》等等这些文献当中，你可以看到都有记载这个阿难尊者的入灭。
那么南方传承的记载来说，就最主要是注释文献之一的法句经注。那藏传的文献记载最主要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还有这个至尊达拉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这里面都有记载关于阿难的入灭，阿难尊者的入灭。那么根据上面的这些经典文献中的内容，我们进行比较，可以归纳出下面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关于阿难尊者的入灭，北方传承是将他的入灭地点设定是在恒河，但是南方巴利传承呢说是在罗西尼河。这条河呢，现今在印度北方邦的这个哥拉克布尔这个方向据说有一条同名的河流，但不确定是不是就是那条河。但是一般北方佛法传承会说阿难的尊者的入灭地点是在恒河，但是南方巴利传承说是在罗西尼河，所以这是入灭的地点南北的说法是有一些不同的。再来呢，第二个点，在北传还有藏传佛教的文献中提到摩揭陀国、阿舍世王还有毗舍离的人名等等，所以很清楚有提到这个国王的名字，还有这个国家的名字、民族等等。但是南传佛教的，就是巴利文献里面只提到了河的彼岸跟这个此岸、近岸跟远岸，他并没有提到这个国王的名字比如说没有提到广严城、王舍城，也没有提到这个利禅族人或者叫离车族人等等。再来第三点是共同点，就是北传首先是北传和藏传共同的一点，就是在文献当中都有关于这个尊者的分身后建立这个佛塔，还有进行供养的这些描述。但是呢，南方传承中并没有提到这一些。这里稍等一下，就是藏文这里有错字，所以南方传承并没有提到就是分了古舍利之后建立塔进行供养这样的描述，反而是以这种结尾是什么呢？是人民是非常的悲叹的这个内容为结尾，所以这点是有不同的。所以这样来看这几点归纳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首先汉传、藏传的说法都差不多，但是跟南传巴利文的内容是有一点差异的。虽然是有这些细微的差异但是关于阿难尊者入灭的部分本身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因此呢，我们总结结合南北两个传承的整个有关阿难尊者入灭的这样一个故事的情节归纳就是，当阿难尊者他要即将入涅槃的时候，他就察觉到
这个王舍城的阿舍世王，还有这个广严城的毗舍离人或者离车族人都想要得到他的舍利，所以他就考虑到双方的情况，然后阿难就在两国之间的河中入火三昧，然后在当地入灭，然后接着他的舍利就分为2份，分给了双方，这就是主要的内容。那么这里就讲完阿难尊者的部分所以最后我想对于上一堂课讲到大迦舍还有阿难的入灭做一个比较。首先呢，我们从阿难尊者的入灭各种文献里面的记载，还有各种的传说，我们可以看出来，首先大概有5点首先第一个是阿难在世的时候是受到大众的这种珍惜的，而且人们都希望就是他入灭的时候也能够亲见到他，就能够亲见到他这个入灭。第二个是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心愿跟要求，所以阿难尊者的舍利被分为了2份。那这是蛮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只有佛陀曾经有。我们说佛陀涅槃的时候，他有佛的舍利分成了8份。所以可以看到，除了佛陀之外，那再来就是阿难，他的舍利也被分成了2份。所以这代表了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的这个珍惜跟重视这个阿难尊者。再来第3点，我们可以看到阿难的入灭和佛陀是很相似的。所以这代表了什么呢？代表当时的人们都把他视为佛陀的这个直接的一个传人。再来呢，第4点是阿难的这个入灭也显示呢，他在佛陀入灭之后，可能在教团中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虽然说，我们看到护法藏的传承呢，佛陀之后是大迦舍尊者等等，但是从他入灭时候的民众对于他的这种尊重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他领导的角色是更重的。再来第5个是看到阿难尊者跟当时的社会的大众的连结是非常紧密的。譬如说，在当时的僧团里面，比丘也喜欢他，比丘尼也喜欢他。同样呢，在沙弥也是，还有在这个在家人里面，无论是男众女众，都是非常喜欢他。当然，一部分来说，他的样子据说也是长得很庄严，就是很 handsome， 很帅，就是佛法来说，就他长得非常的庄严。所以这或许也是大家受到大家爱慕的其中一个原因吧。所以
据说里面经典中形容啊，当他说法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人感到无聊。换句话说，就是他很会跟社会大众哦，像白话来说就是 social 这种社交哦，或者说，总之他跟社会大众啊的连结呢是非常紧密的。所以这是第5点，我们看到从阿难的尊者的入灭可以看到，以上是5点。接着呢，我们看到大迦摄尊者的入灭，我们可以看出些什么呢？首先是可以看到大迦摄哦，它跟社会的一种疏离。比如说当时你看文献里面都没有人来要他抢他的舍利，大概那时候只有阿难尊者知道大迦摄会要在一个鸡足山要一个人在那里圆寂吧，所以他跟社会是有这种疏离的。那之所以会这个样子，其实也可能跟大迦摄尊者他的行仪修持有关，因为他平时就是行持这种头陀很，然后他都喜欢在寂静处独处，然后修行。他本来就不喜欢跟人群接触，跟人群在一起。但是呢，他在宗教上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的。比如说，他会形容说他到了龙宫嘛，然后他也到了天界嘛，啊，包括帝释天呐，然后等等这些天人都对他的恭敬。然后最后呢，他在这个鸡足山也得到，就是说受记，也就是说未来就是弥勒佛降生的时候，也会以他的这个身形身体来教诫后世的弟子。所以可以说他在宗教上的这种是得到很高度的评价的。第2点，总之他的传说就是他入灭的整个过程跟记载，他主要强调的是什么？是强调的是宗教上的一种情况，而不是这个现实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虽然这个阿舍世王也是有来见他等等入灭的时候，但是呢都不像是你看就是阿难尊者的入灭时候的那般的这种场景总之呢，讲了许多，就是透过我想借由这一次介绍大迦摄尊者，还有阿难尊者晚年还有他们入灭时的这些无论是记载文献的，或者是一些传说的故事，所以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呢以下几点。就是说，首先第1点，就这些传说虽然都成立比较晚，就是在部派佛教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一些说法。但是呢，都从这些记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反映出佛陀入灭之后，还有早期佛教教团的一些真实情况。第2点就是这些传说的内容和形式也可能反映了早期佛教教团的内部的一些动态，还有各个派系之间的一些关系。譬如说，又谈到这个大迦摄的这个的从众或者说他的派系的人，或者说阿难尊者的从众跟他的派系之间的关系。所以透过这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讲到原始佛教的
而且佛入灭之后的教团的情况。实际上今天呢，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所以总之今天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可以看到阿难尊者他圆寂之后，这个王舍城跟广严城的人为了争他的舍利甚至都兵戎相见了。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当时他是多么受到这个人民的爱慕无论是广严城的人也好，或者是王舍城的人也好，都非常的爱慕跟尊敬他、尊重他。所以甚至为了抢他的舍利想要差点打起来。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难尊者他的一种影响力。再来，大迦叶尊者他的可能是个性，他喜欢是一个人独处修行，他也不太喜欢社交，不跟人群接触，然后行头陀恨，然后修持禅定等等。所以可以看到他在圆寂的时候呢，也就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基座山的山顶，然后在那边入灭。但因为当时可能没有太多人看到，所以很多人也没有太多的感受等等。总之有这样的一些不同跟差异在。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